再来看台中的成功三月起步已经第6天了，市政府要求业者今仔爱甲外墙的危险物变扫互清气，无得会处罚。有民意代表嘛批评市政府交单后，佮还未提供业者最近这几档装修的记录，质疑讲市政府拢无得稽查。今仔市长罗秀燕嘛表扬迄天10个伫现场协助急救，佮有指挥交通的民众。 吊车吊人去爆炸所在，清理外壁危险物件。台中成功3月爆炸，都发局和业者2月18进前都要清理好势，若无就照建筑法罚30万。不过有民代批评讲，市府交单抑阁调无业者这几年来征收记录，是毋是进前拢无主动查核？政府拿不出任何星光3月的申请，甚至连过往。 它每年或者是每季的一些相关的改装，星光3月好像都没有申请，台中市政府也完全没有在追究。大学局表示，星光3月最近7年有申报30几件征收，因为即阵咧无用救灾甲稽查，并无行政拖刷的问题。业者的加强防护计划2月17已经送件，并无写到外壁征收时间计划，已经要求补件。缺了蛮多的附件，包括施工计划、施工机具。 施工动线、甚至交通维持计划的部分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昨天有推荐请他补件。台中市2月18表爆炸案10位热心民众，其中中华基督教病院一对护理师经判苏一环甲郭文环，伫咧事故当下随体伤患 CPR 急救，是谦虚讲，这是每一位护理师拢会做的代志。去询问过我们就是所有急诊室的同仁们。 其实每个人跟我们做的选择都会是一样的，一定都是义无反顾的先去帮忙救治这样。为了帮助爆炸案受害者后续赔偿，台中市政府有设法律咨询专线，目前有收到21件申请，不过嘛有人乌白卡来乱。 有一个民众表示说，他是来做测试的，来看这个专线是不是真的会有人来做联系。我们也希望说，真的有法律上的需求，再来做相关的咨询。法制局表示，咨询专线乌白卡内目前也无法可发，或者甲专线留予真正有需要的人，维护受害者的权益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